公司台语台甲嘉义在地阮剧团举办第2届台语口说表演工作坊，15开学迄一日，来自各地头学员，有人是想要学台语，有人是要学台语增加表演的机会。台语台也表示讲，希望对这届课程开始改变台湾影视产业发展长期以来拢有重北轻南的现象。今仔日会来，其实就是希望讲有这个机会会当练台语。课程拄啊开始上，大家人上台用台语自我绍介，有的人是真会讲，嘛有人讲了袂煞拍。因拢希望上课了后，会用互台语听讲读写能力搁较进步。因为即马学习的阶段拢无法度讲到台语，所以感觉安尼真可惜，会常常甲台语放袂记，所以想要利用即个时间来学习台语。公司台语台甲家己推广台语戏剧的表演艺术团体阮剧团，搁一摆来合作，举办台语口说表演工作坊，希望会用方便中南部对台语表演，或者是想要学习台语的人。阮感觉讲，因为咱台湾的影艺啦吼，新闻传播大部分的资源拢伫台北，所以拢疏忽着中南部民众的这个需求，所以阮希望讲，咱公司台语台吼，未来会让渐渐甲部分的资源往南部来互大家来分享。因为我感觉会在把台语变成我的表演一部分啊，我就会多一点戏剧机会啊。若是我搁较认真，我报名迄台语角色的较有载大啊，安尼。即摆课程毋但会用台语来读剧，还有布袋戏口说的练习，最后还会甲阮剧团的团员排戏共同演出，展现合适的成果。另外后壁佫会安排着即个声音表情的部分，因为伫咧戏剧内底，你袂当讲像安尼哒哒呢无味无素安尼，增加迄个声音表情入的时阵，当然就会当互迄个表演佫较精彩佫较丰富。咱定定咧讲，加一个语言，就加一个灵魂，然后所以其实你啊加学一个语言，你会丰富你的表演性啦，因为你就知影讲哦，原来讲这个语言，你会使讲咱去表达无共款的情绪。上课的老师表示，来上课的学员大部分拢加强会晓讲台语，透过一寡生活思维的加强，希望互因会使有更较正确的表达，嘛增加对台语使用的认捌。恭喜台语台为你开创新未来。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